478呼吸練習。當我哋感到緊張或者焦慮不安嘅時候，可以一齊嚟做呢一個簡單嘅478呼吸練習，幫我哋平靜身心，令我哋更加容易進入休息同埋放鬆嘅狀態。首先，揾一個舒服嘅地方瞓低或者坐直我哋嘅身體，慢慢眯埋眼睛，將我哋條脷輕輕頂住喺上顎。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用鼻慢慢咁樣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閉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用嘴巴慢慢呼氣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將所有空氣呼出，感受身體嘅感覺。我哋再嚟一次，用鼻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閉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用嘴巴呼氣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感受成個腦袋嘅狀態，留意住我哋嘅呼吸。我哋再嚟一次，用鼻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閉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嘴巴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感受心跳嘅節奏，留意住我哋嘅呼吸。再嚟一次，用鼻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閉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用嘴巴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感受成個身體都好似跟住一齊呼吸咁樣。你做得非常之好，已經完成咗今日嘅練習。而家我哋專注喺當下嘅呼吸，感受成個身體好似俾溫暖嘅被包住咁樣，感覺到身體越嚟越重。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可以重複練習，直至到你可以感受到身心係一個舒服，可以進入休息嘅狀態。